最後一組啦，第6組嘅 cosplay 啊，咁啊有雪喵以及啦就係格仔餅，為我哋演繹啦就係英雄聯盟當中入邊嘅星光戰士凱撒以及啦弒星者啦，不得提克啊！咁啊，大家如果有玩開啦，都知道啦，呢一場代表守護宇宙浩瀚星光，而且吞噬星神嘅極致黑暗之間嘅宿敵對決。咁啊喺舞台呢度啦，睇嚟好快要展開啦。咁啊，究竟戰果會係點呢？兩個一明一暗、一正一邪喺星際之間交鋒，又會令到呢個命運有乜嘢走向啦？我哋睇到啦，佢哋今次啦都落足心機噃，準備好過啦，大家俾熱烈掌聲支持埋我哋呢一場係啦，我哋 cosplay 大賽最後嘅組別項目啦！掌聲歡迎雪喵以及格仔餅！你邊啊？我想有班星光守護者嘅前緣可以帶住我，教我點樣帶住成隊人。我而家究竟應該點做啊？弒星者，你睇住我台啦！點解唔嚟救我？今次唔會再有你媽㗎啦。守護者，你係初代星光守護者哈普，要你收拾我呢個前輩嘅爛攤子，好對唔住。不過守護者嘅命就拜託你哋啦。守護者嘅命運真係注定會墮落燒亡。你最後將我由墮落之中拉翻出嚟，我相信你都要相信自己。係唔會令你失望㗎。有你呢個後輩，我好放心。哦，非常之精彩啊！辛苦兩位啦，見到佢哋啦，兩個都啦係孭住好多唔同嘅裝甲喺會場上面，應該值得大家俾多啲掌聲佢哋係咪啊？嗱，如果我係評判啦，應該都非常之唔容易，亦都非常之頭痛，因為啦好多嘅演出啦都非常之有水準啊！咁啊，趁呢個時候啦。